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。咁我而家咧就已經嚟到台灣嘅高雄啦。頭先就由機場去到呢個美麗島站啦，再行咗大約5至10分鐘過嚟我嘅酒店，擺低咗行李，準備揾一間早餐店食蛋餅做早餐。跟住我晏少少咧就會去呢個博爾嘅藝術特區。客人嚟到呢個好多華人嘅區域拍片，瞬間覺得尷尬。唔同喺澳洲拍片，冇一個鬼佬識聽我呢啲廣東話。咁我而家就行緊去一間叫做美玲早餐店嘅早餐店嗰度食蛋餅啦。咁呢間早餐店我早幾年嚟高雄嘅時候都有食過嘅。咁啱啱碌 Google Map 嘅時候又咁啱見到佢個名啦。咁我而家就想去再食多一次。謝謝。咁我啱啱就嗌咗一個粟米蛋餅啦，同埋一杯凍豆漿。因為時間開始晏啦，好多早餐店比較早開嘅咧都陸續閂門啦。咁係有啲比較開得晏啦，例如我而家食緊呢間，佢收12點半，咁我先可以喺度食到蛋餅咯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平時嚟台灣已經覺得物價好平，我仲要啱啱係早幾日先喺悉尼翻嚟。再對比澳洲嘅嘢食物價，都覺得真係超平。呢度我咁樣嗌完一個蛋餅加一杯凍豆漿，只係55蚊台幣，大約係14蚊港紙左右。你14蚊喺香港點會食到一個咁樣早餐？咁食完早餐之後呢，我就會搭捷運啦去博爾藝術特區。今次自己嚟台灣啦，我就每個地方都有做多啲功課。咁陣間去到博爾藝術特區，再介紹多啲俾大家睇下。咁我而家就嚟到博爾藝術區嘅入面啦，咁我身後就係最出名、最多人打卡嘅嗰一幅牆。咁其實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嚟博爾藝術區啦，但係先前嚟咧都冇留意過關於佢嘅歷史。趁今次獨遊啦，我就會每個地方咧都會留意多啲佢嘅歷史同埋特色嘅。博爾佢嘅前身其實係一個倉庫嚟嘅，咁佢就興建於1973年啦，用嚟擺放魚粉啦同埋砂糖。咁因為產業嘅轉型啦，咁佢已經荒廢咗一段時間。之後喺2000年嘅時候，因為政府佢想揾一笪地去放煙花啦，先至發現到呢一個荒廢咗嘅倉庫。後尾就覺得呢笪地好適合用嚟做一啲藝術或者文化嘅嘢啦。政府同埋藝術家嘅推動之下啦，令到博爾藝術區變成一個文化藝術區。如果大家嚟一日遊嘅話，時間比較多咧，就可以慢慢行啦。如果時間比較少咧，咁就可以嚟到去搭一個叫做輕軌，即係香港嘅輕鐵啦，就會唔使行咁多路，會舒服啲。老人家嚟都會比較建議搭輕鐵。另外呢個藝術區都有好多唔同嘅快閃店啦，除咗一啲台灣嘅藝術家嘅公仔之外啦，亦都有可能日本啊、One Punch 啊、Miffy 嗰啲。身後而家呢個位置呢，就係 suppose 佢本身會擺市集嘅位啦，但係因為今日平日呢，佢就冇擺。之前都嚟過呢個市集行過，佢確實係有好多文創嘅嘢啦，或者一啲手作啦，亦都有啲藝術家可能會喺度擺檔啦。去即場幫你畫畫啊，畫你個樣啊嗰啲咯。另外呢度咧都有另一個比較著名嘅景點啦，就叫做大港橋。咁佢就係台灣首座，亦都係全亞洲最大嘅一個旋轉觀景橋啦。晏少少咧，我都會就啱時間過去睇佢旋轉。大港橋亦都有呢個愛情橋嘅稱呼啦。並唔係因為啲咩歷史嘅緣故啦，而係因為佢嗰度嘅日落啦，同埋夜景都非常之靚啦，係一個比較熱門嘅約會地點啦，咁所以就俾大家稱呼為愛情橋啦。Hello 喺博爾嘅某一個草皮上面咧，大家就會見到有好多嘅鐵路路軌啦。咁呢個鐵路路軌嘅園區呢，個名其實叫做哈馬星嘅鐵路園區啦。遺留落嚟嘅路軌呢，其實已經超過100年嘅歷史㗎啦。頭先我都見到有2塊介紹呢度嘅介紹版啦，係已經追溯到清光緒時期啦，甚至比日治時期更加前嘅一個年代啦。佢亦都介紹咗一啲
關於呢個鐵路路軌唔同嘅戰爭過後啦嘅一啲演變或者方向嘅，咁我都擺埋喺度俾大家睇下。除咗有一啲鐵路路軌之外呢，仲有一啲舊時遺留落嚟已經冇用嘅火車啦，亦都有啲比較得意嘅列車啦，例如啱啱我去打卡嘅呢個香蕉列車，改建成一個雪糕店俾大家喺度買雪糕。雖然自己嚟旅行啦，就冇個伴同你傾偈啦，但因為我都慶幸我有拍片嘅關係，咁我都會做足資料搜集，去了解每一個地方啦，然後拍片介紹俾大家睇。同時間我自己都會知得多啲啦，同埋感覺就係你唔係淨係去咗嗰個地方咯，而係真係有深入了解到嗰個地方嘅歷史啦、文化同埋特色咯。咁我都會覺得咁樣嘅旅行先叫一個真正嘅旅行。喺我身後嘅呢一條橋呢，就係大港橋啦。確實呢一度係一個幾浪漫同埋幾適合拍拖嘅地方啦。一嚟就係周邊有個博爾區啦，可以有好多嘢行啦，同埋呢條橋係靠住個海啦，夜晚有燈或者日落嘅時候，確實應該會幾靚。甚至我啱啱見到條橋上面呢，都有新人喺度影緊婚紗相嘅。啱啱就睇緊呢個大港橋嘅旋轉啦，佢而家就 hold 咗喺中間，轉咗呢半個圈呢，都起碼成5分鐘。咁大家記得一定要預留時間嚟睇啦。如果唔想睇得太耐呢，咁佢轉到一半呢，大家打個卡影個相都可以走噶啦。因為佢真係轉得好慢好慢嘅，佢唔係嗰啲高速旋轉好快就完嗰種咯。但係我都覺得人嘅建築起到咁，然後仲可以咁樣轉，確實係幾犀利嘅。咁我而家呢就會經過呢條橋行去對面嘅大港倉，俾大家睇下對面有啲咩睇，幫大家睇咗。大港倉呢最主要就係一啲商戶啦，例如餐廳啊，或者啲小食啊、甜品咁樣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服裝品牌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嚟消費嘅話呢，我就幾建議過埋橋，跟住嚟呢度周圍行下嘅。但係如果咧大家淨係想睇啲文藝嘢呢，我就覺得唔使過橋，淨係喺博爾嗰邊咧睇呢都已經好足夠㗎啦。而家呢，我就會準備返酒店嗰度做一個 check in， 跟住就會休息一陣，然後出發去夜市。咁我而家就 check in 咗酒店啦，我都唔記得同大家講我會嚟台灣幾多日添。我就係嚟3日2夜啦，咁所以我呢幾日咧都會 stay 喺呢間酒店嗰度嘅。無論係廁所啦或者房嘅所有嘢都係企企理理乾淨嘅。然後呢間酒店嘅地理位置咧都唔錯啦，唔單止近美麗島站啦，去行過去美麗島站咧大約係10分鐘左右。佢亦都近一個叫做前金站嘅站啦，就係橙色線，咁係大約5分鐘路程咧就到㗎啦。去博爾區咧就會搭橙色線方便啲啦。我啱啱就係搭橙色線翻嚟，咁就所以唔使半個鐘咧就已經翻到嚟㗎啦，再加埋行路。頭先咧就喺 Seven 買咗個統一布甸，係台灣必食嘅布甸啦，每次嚟我都一定會買㗎啦，因為今日太早機嘅關係啦，所以我會喺度休息一陣啦，順便幫我啲嘢叉下電啦，然後我就會再出發去夜市㗎啦。因為呢間酒店咧都係喺六合夜市附近啦，但係咧我今日諗住有時間同埋有體力咧，我就會去瑞豐夜市嘅。咁我哋晏啲喺夜市再見。而家咧就嚟到瑞豐夜市，咁瑞豐夜市咧係高雄規模最大啦，而且管理係最完善嘅一個夜市啦。其實冇咩 idea 要食咩，純粹就係諗住行個圈，跟住再慢慢揀。喺其中一間買咗個胡椒餅啦，同埋買咗一條香腸。呢個香腸好好食啊，勁香！啱啱買個胡椒餅幾多錢？唔記得咗啦已經。咁我啱啱又喺一間好多人排隊嘅地瓜球買咗一份最細嘅地瓜球，35蚊有7粒。然後我叫咗呢個梅粉味，蘇花佢粒粒都好大粒，而且都幾好食。係咁食鹹嘢啦，而家我準備就會買嘢飲啦。我想講係悉尼嗰陣住 Eastwood 嘅時候咧，有一間台灣人開嘅地瓜球，我勁中意食，因為佢個皮勁薄啦，然後梅粉好足咧，係
勁好食，但係後尾因為一次大風啦，吹冧咗啲樹，然後砸冧咗去個攤檔之後呢，之後就食唔到咯。跟住點知而家終於嚟到台灣，食到台灣嘅地瓜球。咁我啱啱咧就買咗杯木瓜牛奶啦，但我已經掛住食唔記得影啦。仲買多咗個雞蛋糕同埋一杯青草茶，因為我生咗痱滋。如果唔係，我應該會食嗰啲咩鹽酥雞啊、炸雞排，但係冇辦法，我嘅戰鬥力不足。翻到嚟酒店食埋我剩低買咗嘅嘢，雞蛋糕啦，熱嗰陣我已經食咗嚿，覺得好好食。唔知係咪因為馬年嘅關係，佢嘅造型係一隻馬咯。而家凍咗都唔差。青草茶係咩呢？就係一種台灣比較常見嘅涼茶啦。我本身係想買佢嗰個清乾茶，唔知乜嘢乾茶。但係因為佢話冇晒，所以為咗痱滋都要買呢個青草茶飲。飲落係有少少似夏枯草嘅，無糖嘅。咁我呢杯仲要係，如果你係香港人飲開24味呢，更加覺得呢啲係小兒科。咁我而家食埋剩低嘅嘢，跟住就會沖涼瞓覺，然後聽日就會早啲起身，聽日嘅行程。另外呢度咧都有另一個比較著名嘅